你而家呢個膝關節咧係咪有問題？而你又好想咧可以延遲甚至避免咧係做換膝關節嘅手術？如果係咁咧，呢條短片就啱你啦！大家好，我係 Alison， 係你嘅伸展導師，歡迎大家嚟到我嘅頻道伸展生活。隨住我哋年紀嘅增長，我哋嘅膝關節自然就會退化。好多人咁諗，膝關節退化，最後咧都等換膝關節。但最近咧喺美國一間膝關節專門嘅診所，研究指出咧，70%患有中度膝關節退化嘅人士，透過一個治療嘅方案，就可以咧成功延遲甚至避免咧係換膝關節。呢個係咩方案呢？就係咧，首先咧係增加我哋膝關節嘅活動能力，令到佢咧達到一個正常嘅水平。因為好多咧患有膝關節退化嘅人士咧，佢個膝關節咧都係鎖死咗，唔能夠咧自然嘅伸展，即係伸直，又或者係屈曲，咁就會好影響佢日常嘅生活。因為咧，當膝關節嘅活動範圍有限咧，就會令到佢四周嘅肌肉咧唔能夠完全咧發揮佢嘅功能。所以我呢條短片咧係會首先咧教大家點樣透過簡單嘅伸展運動嚟到改善我哋膝關節嘅伸展同埋屈曲。然之後咧，我哋鍛鍊我哋嘅大腿前側嘅肌肉、股四頭肌同埋我哋臀部嘅肌肉，令到咧達到一個最好嘅效果。喺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同朋友分享。我哋第一個動作咧，我就係改善我哋膝關節嘅伸直嘅功能。咁我哋只需要一個 cushion， 你可以喺張床上邊做，或者喺個地蓆上邊做都得嘅。咁我哋將個 cushion 咧就係擺喺我哋嘅小腿嘅位置，咁就會令我哋個腿部咧係離開個地蓆或者張床上，就係離開一個距離嘅。然之後咧，我哋兩隻手咧擺喺我哋嘅膝關節嘅上方，跟住我哋用少少嘅力，大概1成嘅力向下壓。你盡量咧睇下咧，用少少力就夠啦喎。將個膝關節係向下，跟住放鬆，向下，跟住放鬆，咁樣係來回30下為一組。最緊要記得係唔要有痛嘅。如果你話我去到咁多就盡嘅，唔緊要，跟住放鬆，下上返嚟，向下上返嚟。最緊要係要舒服，唔要覺得有痛嘅。我哋係30下為一組，你分開早、午、晚各做一組。咁你做咗一排咧，你攞開嗰個 cushion咧，你會感覺到咧，你個膝關節咧係會伸直咗嘅。下一個動作咧係改善我哋膝關節屈曲嘅能力。咁你可以放喺張床上邊或者地蓆上邊。咁樣我示範做左腿先，你可以攞一條個毛巾啦，擺喺我哋左腿嘅小腿嗰度，兩隻手掹住毛巾嘅末端，然之後咧我哋將佢拉埋嚟放鬆。我哋做10下為一組，第2下拉埋嚟放鬆，第3下你可能初唔可以拉到咁埋嘅，咁多嘅唔緊要，慢慢練習，最緊要唔好覺得有痛。4、5、6、7、8、9、10。好，然之後咧，我示範咧係做右腿喎。咁如果可以嘅話咧，難度高啲嘅就兩隻手就擺喺我哋嘅小腿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咧就係兩隻手拉我哋嘅右腿埋嚟放鬆。第2下拉埋嚟，初你唔係咁埋嘅，唔緊要。3、4，呢個動作咧係增加我哋膝關節嘅屈曲嘅能力。6、7、8、9、10。你一日咧可以做2至到3組。當我哋嘅膝關節屈曲同埋伸直嘅功能咧改善咗之後咧，然之後咧我哋就可以鍛鍊佢大腿前側嘅股四頭肌。你可以咧瞓喺張床上邊啦，或者係地蓆上邊嘅。
咁我而家示範做左腿先，我哋右腿咧係曲起，左腿係伸直，我哋咧腰背咧係黐住喺個地蓆上邊，你要感覺到咧你腹肌咧係有少少收緊嘅，可以同時咧係可以練到我哋嘅腹肌。跟住咧，我哋左腿咧，我哋左腳嘅腳趾向住天花板，跟住我哋收緊我哋大腿前側嘅肌肉股四頭肌，跟住我哋慢慢隻腳係提起，大約係20-30度就夠啦，唔需要去到咁高。你試下如果咁高咧，反而你個腹肌唔會咁緊嘅，你反而去到20-30度咧，你會感覺到咧你腹肌咧係好收住嘅，然之後慢慢落翻嚟。咁為之一下，我哋做10下為一組。我哋首先係收緊，跟住提起，落翻落嚟，放鬆。地下收緊，提起，停一停，落翻落嚟，放鬆。第3下收緊，提起，停一停，落嚟，放鬆。第4下收緊，提起，停一停，你嘅腹肌同埋大腿前側係有收緊嘅，落翻落嚟，放鬆。第5下收緊，提起，停一停，落翻落嚟，放鬆。第6下收緊，提起，停一停，放鬆。第7下收緊，提起，停一停，落嚟，放鬆。第8下收緊，提起，停一停，落嚟，放鬆。第9下收緊，提起，停一停，落翻落嚟，放鬆。第10下收緊，提起，覺得腹肌同埋大腿前側肌肉有收緊嘅，落翻落嚟，放鬆。你會感覺有少少攰嘅，咁就啱啦。我而家覺得呢個左腿都有少少攰嘅，然之後右腿咧，我示範咧，你可以嘅話，你可以攞一條嘅彈力帶，呢個難度咧係會增加嘅。跟住你箍住喺你嘅個右腿腳板底，跟住咧我哋兩隻手咧掹住個彈力帶嘅末端，跟住我哋咧收埋我哋隻腳，跟住我哋呼氣揚出去，你會感覺到大腿前側係收緊嘅。第2下呼氣翻嚟。第3下呼氣，我哋兩隻腳咧係要平衡嘅，唔好低咗或者太高，平衡翻嚟。第4下呼氣翻嚟。第5下呼氣，你覺得大腿前側同埋個腹肌都有收緊嘅。第7下翻嚟。第8下呼氣翻嚟。第9下呼氣翻嚟。最後一下10翻嚟，10下為一組，你可以做2至到3組，你都可以分開早午晚做。跟住下一個動作咧，我哋就鍛鍊我哋臀部嘅肌肉。咁我而家咧示範做右腿先，你可以瞓喺張床上邊啦，又或者咧瞓喺個地蓆上邊。咁我左腳咧係曲起，而我右腳咧係伸直嘅，而右腳嘅腳趾咧就向住前方。好，然之後咧，我哋咧就係記得個人咧唔好向後傾或者向前傾，我哋咧個人咧係保持係直嘅。跟住咧，我哋咧就係慢慢提起我哋嘅右腿，腳趾向住前方，我哋大概係45度度，咁就已經足夠噶啦。跟住落翻落嚟，你要感覺到咧，你係個臀部發力嘅。我哋做10下為一組，第2下2，停一停，落翻落嚟，3，落翻落嚟，4，落翻落嚟，5，落翻落嚟，6，落翻落嚟，7，落翻落嚟，8，落翻落嚟，9，落翻落嚟，10。好，然之後咧，我示範做左腿。令佢後邊咧，大家會睇得清楚。之後咧，我就示範做左腿咯喎，左腿係伸直，右腿係曲起。
如果提升你覺得感覺係容易嘅咧，你可以加條彈力帶擺喺膝關節嘅上方，你可以喺運動鋪啦，又或者咧網上邊咧都可以買到嘅。大概係5至到10磅，如果太重咧，你就減輕少少。跟住咧，我哋咧而家左腿係伸直，腳趾向住前方，跟住我哋慢慢提起我哋嘅左腿，大概45度就足夠噶啦。你會感覺到你左腿呢個位置咧係有啲收緊嘅，咁就啱啦。跟住慢慢落翻落嚟，10下為一組，第2下呼氣上，跟住慢慢落翻落嚟。第3下呼氣上，跟住慢慢落翻來。第4下初可能你唔可以咁高嘅，咁多嘅唔緊要，慢慢練習。第5下呼氣上，慢慢落翻落嚟。第6下呼氣上，唔需要太高㗎，最緊要你覺得臀部係收緊就得㗎啦。7落翻落嚟。第8下呼氣上，落翻落嚟。第9下呼氣上，第10下呼氣上，慢慢落翻落嚟。10下為一組，你一日做3組。大家咧試下做呢組嘅伸展同埋鍛鍊嘅運動，留言話俾我聽，你做咗之後嘅感覺係點樣？希望大家鍾意呢條短片，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同朋友分享，歡迎留言，記得按個鐘仔，當有新片嘅時候提示你。拜拜。